阿里山林铁按算明年6月的时阵要来推出新的列车心理号。这2个月以来，这林铁呢是对家己的北门到德家已经完成3届的试车，现场嘛请真侪人来甲翕相。阿里山林铁新的火车心理号豆豆啊，驶入来车站了后，等要翕相的民众把握机会，赶紧用镜头记录落来。为了要测试新车的性能，林铁伫北门车站甲德家车站之间的试车，就请一寡家己火车的民众专工伫遮等要看新车。还蛮难得，就林铁自从经历了很久一段时间的停驶之后，这几年陆续营业，那有陆续采购新车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向。这台新理号是阿里山林铁为了要发展观光列车所打造的高阶车种。今年8月的时阵才运到家己车库园区，10月到11月，新理号已经试车3届。林铁分驻处表示，3届试车顺利完成，有记录相关的资料，方便进行调整的工作。测试过程顺利，而且同步记录各项运行数据，据以调整及优化相关系统。预计在115年3月完成各项功能测试及嘉义到阿里山区间之试运转作业。林铁分驻处指出，为了配合阿里山铁路的原来挖气，新理号除了有动力较强的新引擎，车内设备甲空间嘛拢有做更较好的规划甲设计。按算明年6月底前，会通报交通部核准营运，到时阵会来服务家己到阿里山这条路线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